问道说，点是早安，点头是早安。好，各位先请坐下。给他阿辉，给他牵手学会。改天打给老板。那么方便我啊？妈，那方便我。旧年我有机会去英文上，跟大家提一下这个意见啊。你讲来讲台语的，我这人是叫台语是，就讲做标准，但是因为你搞法国吼，讲你我对你弄把台湾国一样。所以这个人家刚刚讲新奇啊，其实咱了解下，咱这个做题，他咱这前面讲，那个模仿是逻辑的啦，逻辑去大概不多的这种。还有其实我哦，我嘛是在咱去读7年半的册，拢是外语这样，7年半，所以在咱这方面嘛，介少。咱这方面较少过来，但是后话啦吼，咱遐个人情风俗都朴素，后来是相同，所以看到趣味，感觉很新鲜。你有感觉无？所以今天咱这么是属于电子书记，这么是属于咱这有这个机会。来到咱家见面，这个我是故宫有山，方玉山的。方玉山山。所以已经做这个业务讲，连这个叫做说的，大家拢是兄弟姐妹，大家拢是弟兄们。每一组大家去办那个作业，虽然有点年龄的但是不简单。当然在这本书嘛，然后你的选择，你的沟通在，大家检查看的重心都讲这个沟通为了匹配来担任一些事情，所以讲这个时候，被告咱讲的，环境求助啦，这种伊的精神啦，但是咱这个文化的个人。所以其实我来讲，唔敢讲你讲对我来讲，是我身边会出来互相做一堂课。伊个无法嘅课，本来恁帮这本书有教互